大家好，我叫黃可怡。我今日分享呢本書叫《一家人》。一家人，海爸爸、海媽媽和海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鞋櫃裏瞓着了。碗爸爸、碗媽媽和碗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櫥櫃裏瞓着了。魚爸爸、魚媽媽和魚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魚缸裏瞓着了。熊爸爸、熊媽媽和熊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玩具箱裏瞓着了。書爸爸、書媽媽和書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書櫃、書架上瞓着了。牙刷爸爸、牙刷媽媽和牙刷寶寶是一家。他們在杯子裏瞓着了。媽媽問小樂樂：小樂樂，你的媽媽呢？小樂樂說：媽媽。爸爸問小樂樂：小樂樂，你的爸爸呢？小樂樂說：爸爸。小樂樂爸爸、樂樂媽媽和樂樂小樂樂是一家人。他們甜甜蜜蜜地瞓着了。故事分享完啦，多謝大家。